你有冇試過成日為咗別人嘅態度、意見、行為而壓力爆煲？朋友突然唔覆你信息，老細 micromanage 你每一樣細節，上司當面讚完，又喺背後講你壞話，另一半承諾咗好多次，但永遠冇行動。你成日覺得自己要搞掂佢哋，要解釋，要改變佢哋，要證明自己，結果越努力越累，越覺得自己控制唔到人生。Mel Robbins最新 Harshon bestseller The Let Them Theory 就係講兩隻字，Let Them 可以即刻解放你。今集我哋就由源頭拆解呢個理論，再教你點樣應用喺香港打工仔同學生最常見嘅壓力上面。Mel Robbins 係全球知名 motivational speaker，好多人聽過佢嘅5 second rule，佢自己都試過人生低谷、婚姻出問題、事業停滯，成日為咗別人而活到喘唔過氣，直到佢女兒一句簡單嘅話 Mom, just let them 呢個說話徹底改變咗佢。佢發現我哋大部分壓力其實嚟自想控制啲自己根本控制唔到嘅嘢，其他人嘅想法、行為同選擇。The Let Them Theory 就係一本教你點樣放手嘅書，但唔係叫你放棄，而係教你將能量放返喺自己身上。核心概念 Let Them plus Let Me 呢個理論好簡單，只有2部分，但威力好大，係 Mel Robbins 喺人生最黑暗時期發現嘅轉折點。第一部分 Let Them 意思就係 Let them be who they are, Let them think what they think, Let them do what they do, Let them say what they say。當你見到有人做咗你唔中意嘅事，就喺心入面講 Let them。朋友唔覆信息 Let them。老細 micromanage Let them。另一半唔想 commitment Let them。佢哋有佢哋嘅原因，有佢哋嘅自由，有佢哋嘅人生路，你永遠控制唔到，亦唔需要去控制。Mel Robbins 講，當你不停試圖改變別人，就等於將自己嘅幸福同和平交俾咗其他人手上。Let them 就係將呢個控制權返嚟，停止無謂嘅 rumination 同消耗。當你真係做到 Let them， 你會即刻感覺到心頭一鬆，因為你終於唔再為咗別人嘅選擇而懲罰自己。第二部分 Let me， 呢個先係真正嘅力量。Let me decide how I respond。 Let me protect my peace。 Let me choose what I will tolerate。 Let me focus on what I can control。 你控制唔到其他人，但你可以控制自己嘅反應、邊界同下一步行動。呢個 Let me 就係將注意力由外界轉返自己，開始主導自己嘅情緒同人生方向。簡單講就係由我點樣令佢哋改變，轉去我而家可以點樣照顧好自己。呢個轉變好細微，但係真正解放自己嘅關鍵。香港4大實用應用： 1. 打工仔 OT 同老細壓力。香港打工仔最常見嘅情況就係老細突然發脾氣，當眾批評你，將你嘅功勞攞走，或者成日 micromanage 你每一樣細節。以前你可能會即刻解釋、道歉、加班，證明自己，甚至成晚諗住點樣回應佢，搞到自己心情極差。但用 The Let Them Theory， 你可以即刻轉變。Let them， 讓佢哋有佢哋嘅情緒、態度、管理方式同工作習慣，呢啲係佢哋嘅選擇，你控制唔到。然後轉去 Let me， 我會專注做好自己份內事，設定清晰嘅 boundary， 例如明確講明工作時間以外唔覆公訊息，或者開始計劃自己嘅技能提升同下一個機會。當你唔再花能量去改變老細，你會發現自己突然有更多空間去照顧身心健康同事業發展。呢個轉變喺香港高壓職場入面係真正嘅解脫。 2. 家庭同另一半期望。父母成日催婚、催生、催買樓，另一半承諾咗好多次，但永遠冇行動，或者家人不停批評你嘅生活選擇，你越想改變佢哋，就越覺得自己失敗，越累越內疚。Let them 就係讓佢哋有佢哋嘅時間表、想法同期望，呢啲係佢哋嘅人生，你控制唔到。然後 Let me， 我會選擇自己嘅生活節奏，我會決定自己想點樣建立關係，我會保護自己嘅和平。例如你可以同父母講，我明白你哋嘅擔心，但我而家會自己計劃，或者同另一半設定清楚 boundary， 我需要你履行承諾，否則我會重新考慮呢段關係。當你放手之後，你會驚訝地發現自己終於有能量去專注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而唔係成日為咗滿足別人而活。
3. 朋友圈同社媒比較，朋友突然疏遠你，或者 IG、小紅書上成日 show 晒完美生活、旅行、事業成就，你會即刻開始 self doubt，覺得自己點解咁差？你可能會不停諗點解佢哋咁樣對我係咪做得唔夠好？Let them，讓佢哋有佢哋嘅選擇，佢哋嘅 highlight reel，佢哋嘅生活方式，呢啲係佢哋嘅自由，你控制唔到。Let me，我會專注自己嘅成長，減少無謂比較，培養真正支持自己嘅關係。例如，你可以減少 scroll 時間，將能量放喺自己嘅興趣或者真正嘅朋友上面。當你唔再為咗別人嘅表面而影響心情，你會發現自己嘅內心和平同自信慢慢返嚟。4. 學生 DSE 同朋輩壓力。同學成日 compare 分數、排名、補習班，甚至將來海工。有人成日 show 晒自己幾多堂補習、幾多 A， 你會覺得自己要跟住佢哋先正常。呢種比較壓力好容易令人焦慮同自我否定。Let them，讓佢哋有佢哋嘅學習方式、人生路同選擇。佢哋嘅節奏唔係你嘅節奏。Let me，我會專注自己嘅進度、自己嘅興趣同真正想學嘅嘢。例如，你可以繼續努力，但用自己嘅方法平衡補習同自學，或者將時間分配俾真正感興趣嘅科目同 project。當你放手之後，你會發現自己嘅學習效率同快樂感都大幅提升，因為你終於係為自己而讀書，而唔係為咗同人 compare。3步即刻實踐法，想即刻開始應用 The Let Them Theory， 其實好簡單，只有3個步驟，你可以由今日開始練習。1. 當你感覺到壓力、情緒波動，或者開始想控制別人嘅行為同想法嗰陣，即刻喺心入面講 Let them。呢個係第一步最重要嘅停止鍵，幫你即刻中斷無謂嘅 rumination 同情緒消耗。舉例，如果你老細有 micromanage 你唔使即刻生氣或者回應，先喺心入面講 Let them， 讓佢哋有佢哋嘅方式。2. 深呼吸一次。或者停一停，然後問自己一個關鍵問題：而家 Let me 可以做乜？呢個問題會即刻將你嘅注意力由外界轉返自己身上，幫你指反控制權。3. 將注意力完全轉返自己身上，專注我可以控制嘅思想、行動同 boundary。問自己：我而家可以點樣保護自己嘅和平？點樣照顧好自己？點樣設定更好嘅 boundary？ 呢一步就係真正行動開始。常見錯誤，好多人在開始練習嘅時候會踩入以下3個常見陷阱。第一個錯誤，以為 Let them 就係放棄、忍氣吞聲或者任由別人欺負自己，其實完全唔係。Let them 係保護自己嘅第一步，而唔係被動接受。真正嘅 Let them 係明白我控制唔到佢哋，但我可以控制自己嘅反應。第二個錯誤只係喺心入面講 Let them， 但冇跟住做 Let me， 結果仲係覺得被動同無力。Let them 同 Let me 一定要一齊用，先係完整嘅理論，否則就只係一半功夫。第三個錯誤，試咗1次或者2次，覺得冇即刻效果，就覺得呢個方法無效。其實呢個係一個新習慣，需要重複練習先會慢慢變成自然反應。堅持幾個星期，你會發現自己嘅情緒彈性明顯提升，壓力自然減少。Mel Robbins 話：我哋大部分人生壓力其實都係嚟自想控制啲自己根本控制唔到嘅嘢。當你學識 Let them plus Let me， 你就由受害者變成自己人生嘅主人。喺香港呢個高壓、競爭激烈、成日 compare 嘅環境，呢個理論尤其有力。佢唔單止幫你減壓，更可以幫你解返真正屬於自己嘅和平同力量。如果你鍾意呢類內容，記得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你身邊嘅朋友。如果未訂閱我哋個 channel， 都記得訂閱埋。之後會有更多實用書摘要同思考方法分享。你而家最想 Let them 嘅係乜？歡迎下面留言講下，我哋一齊討論。多謝你聽到最後，我哋下集見。